来关心天气，今年黄酸雨第二波方面报道，阴暗开始会落雨，气温嘛较降低。因为今仔日半暝，伫咧新北市三峡有一间印刷工厂发生火烧，佮烧甲真猛真大，就连隔壁的邦桥、土城、新庄啊、佮树林拢有闻到歹味，互空气品质嘛拢有达到红色的警示。 伫暗暝火一直冲出来，消防队员赶到火场拍火。这伫新北市三峡区的两层楼印刷工厂内底，印刷机台甲纸拢互大火烧了了。厂内放乙丙醇、乙己醇等危险物件，为阻断火势，消防队员设8条水线做个团烧。那没有人员伤亡，那有1名台籍人士跟外劳在逃生的时候不慎死伤，送安主动医院。 这大火附近的土城、新庄、邦桥甲树林地区拢闻到臭味，环境部监测就味控品到红色警示，最后污染物是 PM2.5，中昼过后才达到转做感染性。不过拜日开始，方面甲东北风连续报道，各段经过污染不到位，影响空气品质。这方面北部、东北部会先转凉，而且有雨。其实在低温方面，尤其是红色，就是北台湾这边可以看到，低温普遍就是20、21度左右。 那因为在下周4之前，这段时间都还是比较偏干的空气，所以还甚至会有局部的辐射冷却影响。气象署提醒，拜日暗时到拜日，北部、宜兰花莲地区有较大雨势，中南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，可能有雷击甲强阵风。拜开始落雨的大大转雨，温度受东北风影响会降低。透早局部地区或者冷却影响，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。早暗较凉时啊，温差大，到拜三开始，东北季风才会减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